其实重点就是咧讲第四句啦吼，但是后壁咧继续甲咱讲，一个分判吼，伊句的遮个个细分吼，伊咧安上遇天时，下习水土啊吼，一寡例子啊，哦，譬如啥？譬如天地是无不其在，无不厚德，哦，还是介绍天地。哦，天地无不其在，无不厚德啊！吼，其在代表着地啊，厚德是天嘛吼。那其在就是身在吼，存在的对啊，富的厚德就是康嘛吼，康着富裕啊吼啊，所以其在代表着地，厚德代表着天。天啊吼，咱讲天是卦啊，地是层啊吼。天是咱有没想袂起哦？刚刚庄子说过嘛吼，天是棺材盖哦，啊地是什么？棺材地。哦，天是像网搭。哦，咱真很注意啊吼，地像眠床啊吼，啊天像网搭安尼啦。哦，哎，就贴切啦吼，地甲像眠床啊，咱在遐困啊，无网搭甲咱盖的吼，暗时困袂去的。哦，尤其是即马网有够济吼，迄困也无网搭吼。我规暝吵到袂困去的吼。所以天吼，天甲咱保护着的。啊，若无即个地即个眠床吼，眠床若歹困咯，咱困袂去的。当时迄咱人吼来困听歹吼，迄眠床也爱紧。无一个较好的眠床。歹困，啊无是安那有迄眠床，是叫眠床困啊慢。有呢，咱咧看眠床是拢共款看，拢共款，啊听话几千块就有，啊话爱几万块，但是好困叫歹困啊。所以讲地就敢若眠床，互咱会当舒适咧困，啊天就敢若网搭，甲咱保护掉。啊这其实讲到咱的吼，咱讲天就哪？天就敢若乾道。乾道，咱讲乾道，咱才像天嘛，咱应该有来比如嘛吼，乾道像天嘛，啊坤道像地啊。啊，所以讲乾道，咱讲一家之主，拢是乾道嘛吼，乾道是一家之主，所以一家之主的这里是啥？爱保护阮即个家，吼，我爱互阮即个家稳，我爱保护即个家，所以伊就甲像天甲即个家砍掉，一个防护圈甲伊保护掉的，这就是乾道的。就是，咱困到的这个就爱像地上爱实在，所以讲吼，人讲吼妈妈是爱为家己有点靠囡仔吼，你厝内底就家己吞，吼你烂。咱若看这地吼，咱逐工咧家己搭，啊咱来站吼，拢是点啊万年的无？哦，你爱扛起互人吞搭，吼，啊搁较辛苦付出，互人咧站就辛苦的呢，吼。啊，这困着实在是辛苦啦，吼！啊，做遮个，咱嘛是讲互家内事吼无啥呢，迄家内事会当互咱住头，住早起无啉甲暗时吼你无啉袂煞。啊，这肯定有时感觉讲奇怪，啊，厝就是安尼尔吼，啊，即个代志遮济吗？即个大家做袂了吗？有一个疑问啊，真正咱大家懵落去吼，是呢规工懵袂煞，啊，大家拢爱懵遮个代志，是呢？是安那，咱就有时候感觉讲，真正是爱遮无用啊。因为咱就爱较平淡吼，较平淡来做遮代志，感觉讲吼，咱有必要来做遮代志，咱就爱落一个工，因为咱就爱吼嘛，是说，即摆拢是双薪家